好，来继续来看台湾菜馆推出着5款刮刮乐的新品，其中民众上界期待的2000万的大红包，这回搁再来加码，除了有3个头奖各2000万的彩金之外，那么2奖这回是200万，搁来加一台修理车。 规桌顶的彩券拢是台彩2021年新推出的刮刮乐，其中这款是当年过年前拢会推出的2000万的大红包。除了头奖有3个人以外，这摆2奖搁升级，7个人除了有200万，还搁有1台车。过往是房车，今年我们特别因应国人的喜爱，家庭旅游、休闲运动修理车，让给我们来增加我们这一款的奖项。 高级的进口车摆伫现场，配备阁有现金，只要拿到，就拢总会使驶2次，连3奖100万，嘛比去年较侪。比去年多出120个100万。一摆推出5款的刮刮乐，敢若100万以上的奖项到545个，是有史以来上侪。总奖项超过1158万个，总奖金超过113亿。 就是因为奖项真济，就算有疫情影响，销售额犹原真好。大概是有1290亿，那比前一年成长了接近快4%。这摆推出的5款刮刮乐，上加中奖率有34%，上悬的有69.3%，就看民众的手气安怎，敢好大体家己伫2021年添一寡奖金。